看拍頭先嘅影片，你下我來練習應該記型。現在可以用無折存款，你下是得用冇譜嘅鍍金，你下是得用冇譜嘅鍍金。現在你下可以用是得用無折存款，冇譜嘅鍍金，冇譜嘅鍍金。好，我們來練習說2次哦。來練習講2道。你下是得用冇譜嘅鍍金，你下是得用冇譜嘅鍍金。說落來，我來練習第2句，要寫另外一張存款單，愛寫另外一張鍍金單，愛寫另外一張鍍金單，要寫愛寫另外一張存款單，鍍金單，要寫另外一張存款單，愛寫另外一張鍍金單，愛寫另外一張鍍金單。說落來，我練習嘅記型係：您要存入5000元，對嗎？愛入5000元，錯冇？愛入5000元，錯冇？要存進去啊，要存，愛入5000元，5000元，對嗎？錯冇？好，我練習2道。愛入5000元，錯冇？愛入5000元，錯冇？說落來，我來練習嘅記型係：這是你的存款證明聯，這係你嘅鍍金證明聯，這係你嘅鍍金證明聯，這是你的，這係你嘅存款鍍金證明聯。好，我練習2道哦。這是你的存款證明聯，這係你嘅鍍金證明聯，這係你嘅鍍金證明聯。好，上輩係頭先練習嘅係呢個單元嘅記型，向寬進多福卡外加練習將會進步哦。